后来乡亲啊，这个桃园机场今仔日正式来推出着防疫客停车。为今仔日开始，为中国香港、澳门等地入境的旅客，拢袂当坐机场坐运，袂当坐客运等等的大众运输工具，除非有亲友来接送，也若无，拢爱坐机场的防疫客停车。若是无遵守，相关罚100万。另外，高铁嘛来宣布，清明节的期间，4月初1到初6。取消自由座，拢爱来买对号的座位，就是要减少旅客近距离来接触。为即日起，防疫措施爱搁较严，只要民众为中国、香港、澳门、韩国、意大利、伊朗这些所在入境的话，机场捷运袂使坐，除非有亲人接送，若无，干若使坐计程车点对点直接到厝。台东甲离岛地区的民众袂使坐火车，嘛必须先坐海空运。中港澳韩返国的旅客量大约是300人左右。我们也用这几天，我们可以先试行这样的方式，看看是否妥当。计程车短途的跳表，长途的以高铁票2倍来算，就是要禁止需要居家检疫民众坐大众的运输工具。为3月初4起实施，宽度1礼拜，10日开始严格执行，违反的人上济会互人罚100万。机场警戒嘛提悬，高铁嘛超前部署，伫4月7到4月7日全线取消自由座的座位，全车拢必须摕车票对号入座。电机票、回数票、悠游卡、甲一卡通联名卡拢暂停使用。那个尖峰时间啊，有可能自由座会有相当多站票啊，那这个要避免，因为那个时间长啊，而且人数多。好，那对这样的一个方式，高铁好，我们的政策好是支持的。所以讲买票无遐方便，就是希望讲会使降低传染的风险，省淡薄仔等车的时间，互所有乡亲拢会使安心平安回去。